究，尝试跟大家说，我们现在台湾有多少的假讯息，那大家应该要怎么应对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华语这个语言，其实大家台湾人还是看华文或是看中文很多嘛，至少我们在网络上大部分内容都是华文。那不管是台湾内部的一些可能政治人物啊，或媒体的名嘴啊，或台湾外面的内容，请大家多多指教。好，我自己的话，我是在2012年的时候在美国念书，那时候在罗德岛念当代艺术。那后来我念完书之后，我就回台湾工作。那 IORG 我们是跟一群朋友一起在2019年成立的。那我们有一半是工程师，像我自己也是工程背景，所以刚刚听到郑会长讲 open source 啊，讲这些科技的东西，我都很有共鸣。那我们另外一半呢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包括民调啊等等之类这样研究，所以我们一半做资料的研究，一半做社会科学的研究。那我自己然后呢我们在去年的话，我们是 IORG 做了一个 YouTube 的研究计划，就研究这些影音的平台怎么样有一些假的讯息，那想要影响我们这样台湾人的这些共识等等。那我自己另外也是参与了一个台湾的科技社群，叫临时政府，就在右边这个就是0B。那这个是2012年台湾一些就是开源 open source 的这个社群的前辈在2012年在台湾发起。那后来马上就遇到2014年台湾318的这个太阳花的事件。那时候因为这个 G0V 的参与者有在有在这个立法院这边帮忙架网路啊、架直播啊，大家如果都记得10年前其实没有什么直播的科技在，所以那时候 G0V 的社群的朋友帮助了很多东西，所以在台湾也变得很有名。后来我们2014年的时候就在 DC 办了第一次的这个 G0V 的在美国的黑客松，其实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说，我们可以怎么样用程式、用科技来把台湾变得更好，这样子是一群这样子的志工团体。后来这个 G0V 在世界上就变得很有名，所以2016年就到了香港，香港人就自己成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社群。那后来当然香港因为现在中共的打压变得非常的不好等等，那我们也感到非常难过。那美国的话，其实也有 G0V 的参与者，还有贡献者。19年的时候，在纽约有办过黑客松。那去年开始在湾区，旧金山附近也开始有小聚的活动等等的。所以世界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人用科技正在帮助台湾，不管是在世界上的发声，或者是让台湾的民主变得更好。所以我从过去10年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下一页。那我过去几年来呢，去了很多国家，这个除了分享我们的工作经验的话，当然就是跟其他国家来学习。譬如说，中间这张图是我们在捷克的国会跟捷克人东欧的一个国家分享台湾现在受到中国的这些威胁啊。那捷克他们当然是受到俄罗斯的威胁，所以其实在国际上有很多小的国家，其实跟台湾的处境有点类似。那过去这几年，我就去了很多地方，不断的跟大家分享台湾的故事，当然也跟其他国家学习，说他们是在怎么对抗这种大国的入侵。那下一页。那同时在 G0V 社群的话，我们做了很多草根社群的这些活动，比如像今天这样的活动，其实在科技社群，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也会一直参与。所以，比如说左边这个是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办的一场大会。那从香港和日本和韩国的人都有来，就一直在讨论说我们东亚应该要怎么面对，怎么样把我们自己的民主变得更好，也要面对这个威权政府来的压力这样子。那右边的话是我们去年在韩国的济州岛，那跟台湾一样是一个岛屿，那在岛屿上面讨论这个岛屿的事情，怎么样让岛屿的东亚的岛屿互相连接在一起，让我们这边的民主变得更好。好，下一页。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台湾前阵子现在还正在进行的青鸟的运动。那我们那时候我在台湾的时候也有去，像左边这张图就是这个大概很多人聚集的第一个晚上。那这个是立法院的这个后门，那在青岛东路上面，这上面全部都是民进党的立委啊，等于说他们在里面要在夜战的时候也出来跟大家打招呼，这是当场的实境的照片。那外面真的聚集了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这样子，这是当晚的力量，所以。对我来说，就是社群的力量一直让我很感动。那今天到这边看到这么多的台美人在这个社群里面这么活跃，尤其是很多前辈，
也让我觉得真的应该多多来参加，跟大家好好的学习。所以非常感谢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大家对话。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有任何想法的话，随时打断我没有关系。好，下一页。其中我们关注的就是资讯环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不管是以前的新闻媒体，从报纸到后来的网络，现在的网络的自媒体等等的各种网站，然后到影音的平台以前可能大家用 YouTube， 那可能近年来可能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用 TikTok 等等的。那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内容，其实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写什么。那尤其是现在网络科技的关系，大家可能都要看自己同温层里面的内容。那我们的工作呢，其实就是打破这个同温层，让大家知道说，在网络上除了你看到的东西以外，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东西。那其中当然包括了一些不好的东西。譬如说，我们常年研究的一个对象就是这个旺中石集团。旺旺中石集团大家都知道，就是在2008年这个蔡衍明董事长这个他们说合并了中石，然后后来中石集团，然后后来有中天等等这些一个很庞大的媒体集团。那这个呢，这个其中的中天电视台呢，它在前几年的时候，因为它违反自己的自律规定，被台湾的政府就是拒绝再给它执照，所以它再也没有办法在电视上播送了。但是呢，其实它并没有死掉，就是它到了 YouTube 上面之后呢，它现在应该是台湾等于说最大的YouTube 频道，不管是接受抖内啦，接受这个小额捐款啊，或者它的这个观看人数都还是非常非常多。所以我相信跟大家平常在看的东西一定非常不一样。然后我们可以再来讲，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一个台美人的这个社群媒体使用的调查。那从2012年开始，它就是一直在它就是播送一些很有问题的报道，比如说左上角这个就是它就是说，这个我参与的这个台湾临时政府这个社群啊，其实有一些阴谋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它就在新闻上乱讲这样子。在右边呢，指的是说我们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立法院的青鸟运动。在 YouTube 上面，旺中就是最大那个圈圈，它还是占了很大的这个市占率，就是很多人看啊，它的观看数其实还是非常多。那前1、2名是旺中和 TVBS 嘛，这两个都是立场上比较持反对的这个媒体集团。那其实它在 YouTube 上的声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除了大家都知道这些明显是旺中的频道，中时啊、中天啊这些东西以外，其实旺中的内容在网络上还透过其他的管道在传播，譬如说内容农场，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内容农场，也许大家有听过是密讯，也叫 Mission 的一个很奇怪的网站，就是这种假的伪装的新闻网站。那根据我们的资料调查呢，这个假的内容网站呢，它55%，就是一半以上的内容都是从中时电子报抄过来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看到一些新闻网站，它内容看起来不像是中时，但它其实就是中时，它就是旺中的影响力，在透过这些匿名的网站在散播。那另外一个会帮旺中集团内容散播的是谁呢？就是中共了。那中共有很多的官媒，不管是网站啊，或者现在它也有很多社群媒体的账号。就我们的资料调查，大概5到6成的这个中共的这些官媒的这些宣传，他在讲到台湾的时候，就会去引用旺中集团，不管是引用中时电子报、引用中天新闻等等。所以意思就是说，中共也在帮旺中放大他们这些对台湾不利的内容，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很担心的事情。所以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没有无凭无据的就说这个媒体集团有问题。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收集了很多的资料，然后用数据来告诉大家说，这个媒体集团可能有问题，因为中共一直引用它的内容，因为它的内容一直在内容农场上出现等等。好，下一页。所以刚刚讲的，我们的宗旨是我们要做很扎实、很全面的科学研究嘛。那大家刚刚看到的是资料相关的研究，那同时我们也做台湾人的民调，了解一下台湾人现在在想什么。比如说，台湾人对于美国的好感啊，对于中国的好感啊，对于台湾自己政府的好感啊等等，通过民调来了解台湾民众。再来就是我们去年刚做了一次心理的实验，就是我们收集了大概300人，就请他们到实验室里面来看一些短影音，然后来告诉我们这些短影音可能他们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再来，在基于科学研究之上呢，我们做校园的教育，我们跟国高中的老师合作，一起做媒体识读教育。那同时我们也在社区跟大家
分享什么样是假消息，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防止这样子。好，下一页。我们因为我同事光顺的关系，我们其实连接了很多台美人的社群。那我们做了一个大概有130人左右的网络调查。那当然这个是很小的样本数哦，而且也不是什么很严谨的学术调查。但是呢，我们想要了解大家在美国都在看什么媒体。所以这个调查大概是这样，就是我们大概60%的这个接受我们访问的人是女性。那再来年龄层分布大概是这样子，那大概是30到39岁的人是最多的。好，下一页。那大部分的人都来自台北，那大部分人都住在加州，就是我们现在在的地方。真的很谢谢这个大家相信帮助我们了解台美人的这个媒体的使用习惯。好，那再来第二名是Arizona。好，下一页。政党倾向啊，那大家猜一下好了，那我们接受我们调查的政党倾向，大家觉得最支持台湾哪一个政党？好，那我们解答一下。OK， 大概60%是民进党，那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觉得自己是中立的这个乡亲。好，下一页。好，这如果是美国的政党的话呢，大概快接近40%，3成6是民主党，然后2成5是这个共和党这样子。好，下一页。那这个我们就想要知道说，大家平常都怎么样交流，怎么样获得讯息？大概80%的人就是说，他们平常交流就是跟朋友聚会啊等等的那当然有超过1半的人都说他会参加同乡会，所以就是像今天这样的场合，就是再一次很感谢大家让我们来这边来这边跟大家分享。好，下一页。最主要接受资讯的管道是什么呢？这个接近80%都说，就是3/4都说是社群媒体了 ，OK， 所以已经不再是最高，不再是新闻，只有大概5成7是新闻网站，那也有5成7是分享影片，所以大家可能读文章的习惯越来越少了，大家越来越倾向看影片 ，OK， 这是我们在意的一个趋势。好，下一页。好，最常看的媒体。我们来这个解答一下。好，台湾的话最常看的是自由时报 ，OK， 超过1半。再来是三立。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是美国的媒体的话呢，下一页 ，OK，CNN， 然后 New York Times、Washington Post、NBC 等等都是大的媒体，所以看起来大家的这个媒体这个消费习惯还不错 ，OK。好，下一页。好。最常看的政论节目和主持人，我们这边先解答一些比较少人回答的，比如说这个廖小军啊、范琪斐啊这些比较年轻的，当然还有曹新成、曹董陈文茜也出现了 ，OK， 沈伯洋，我们现在的沈立伟一些比较年轻的网红像呱吉啊、民进党吴峥等等的，那大家要不要猜一下比较长？大家有看到自己有看的政论节目和主持人吗？在这边有一些。应该还左边这边是比较多人选的，我们要不要来讲一下现场的同乡们，平常看什么样的主持人和政论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李正浩 ，OK， 郑宏仪，好，不要爆雷。什么心态玩家？还有 ，OK， 好，那我们来解答一下，我们看一下。对，最多人看的是陈明官当然是郑宏仪大哥啦 ，OK， 然后还有谢正惠雅。谢金河财讯的董事长，然后博雅、张雅琪。请问是大概什么时候的？这个是大概前几个月吧，有调查时间吗？是国会那件事之前还是？之前，所以这有点久，因为国会这样更符合那个？更符合之前的。对啊，蛮好奇。对，这个是，不过再讲一下，就是这个大概130个人填的网络问卷所以这个真的很小的样本，我们希望。借由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做更多的调查，我们了解更多人，这样好不好？请大家来帮我协助我。好，下一页。我们就问大家说，你觉得美国如果谁当总统，最可能会卖台？大家很在意这个问题，我们就问一下，这个真的很敏感这个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被冒犯，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好 ，OK。OK， 所以大家其实比较觉得川普会卖台 ，OK， 大概是这种感觉大家 OK， 这个是130个人的样本，非常少，所以这个不具有任何统计上和学术上的意义。所以我们只想初步分享一下。好，下一页。最近常常会有个说法，就是说台湾政府亲美会挑衅中国会带来台海战争这样。那我们就问这个台美人乡亲，大家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
那这个当然是很多人不来讲，当然这样太不客气了。绝大部分人都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有少部分人说同意，还有这个强烈的同意。好，这是我们的调查结果。好，下一页。那当然，台湾、中国还有美国这个三角关系的这个论述，论述指的就是说大家在这个节目上看到的说法啊等等，就想要带风向的一些说法，大家常看到哪些说法，这是我们非常在意的一个问题。那大家要不要猜一猜，或者大家要不要分享一下，平常你在节目上很常看到的跟这个台美中关系相关的说法，有没有人特别想要分享？比如说刚刚那个就是这个台湾亲美会带来战争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常常见到，还有没有其他人在节目上常常看到啊，政论上去，或者说你的朋友常常跟你讲？好，那我们来看看一下调查的结果。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以美论啊，当然我们看过，当然我们听到以美论 （U.S. skepticism），大家有听过这个词吗？这个词呢，其实是我同事杨光顺，他之前在这个，大家有听过美国观测站吗？有听过，他是创办人之一嘛，我记得他是发起人之一。他很久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他就是把这样子一类的这个怀疑台美关系的论述叫做以美论。那后来我们就研究上也用这个词。那现在国际上其实都很关心台湾人到底会不会相信以美论。那我自己是不太相信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譬如说，美国不会出兵保卫台湾，美国会放弃台湾，美国在骗台湾，就是把台积电骗过去啊等等之类的。这样的论述，我们都把它叫以美论。那其实蛮常见的，就是不管相亲的立场是什么，其实大家常常看到这样的论述在新闻媒体上啊，在 YouTube 上面传播。好，再下来，台美友好，大家一定也常常看到台美友好相关的论述。不管谁当总统都会保护台湾啊。那现在支持台湾是民主党、共和党共同理念。那其实事实上，就是就美国观测站他们的观察，在美国国会的确是这样，支持台湾是一个跨党派的共识。这是另外一种大家常常看到的论述。下一页，兵凶战危，这个大家应该也常常看到，就是说台海会打起来这样的说法。不管是预言，中国什么时候会打台湾啊，或是蔡英文总统会这个，当然蔡英文现在有些这个辛苦了啊，他会带来战争等等这样的说法也是很常见的。下一页，好，其他，比如说这个中国一定会占领台湾，我们为什么不先贴过去啊？等等这样的，就是这样的说法也是相信有跟我们分享过的。这些是我们调查结果里面。相信跟我们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看到的相关论述，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有没有什么感觉？你们也有看过这样的论述吗？可能他是每个人只是选这个，不是，就是大家自由填写的。所以你在他整合。对，我们再稍微整并一下，毕竟大家的意见都蛮多元。大家都有看过吗？请说。我自己是非常就是台美嘛。是。但是我自己认识的亲戚，其中有一位是。不晓得为什么他可能是自己。在这边生活不如意，他接受的东西全部都是以美论。对，那他就会把这个送给你，传到赖群组。但是相对的，我会把所有正面的这个资讯，你也传，就是全部传到我认识的。原来如此。对，所以各自努力。所以这个以美论在美国声音在台美人里面，我认为是非常小。是。只有这个很少数的人，除非他就是偏了，就是不晓得怎么搞，变成轻松。我说，其实，在台湾挺多的。对，这个是台湾我们在台湾国内还需要努力。再来就是，我其实想分享，我自己也有亲戚在 New Jersey。那对我至少就我所知，他们的同温层跟我的同温层非常的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次调查是透过台美人的朋友，那台美人的社群大家政治倾向可能都比较一致。那当然还有其他讲华语的，或者其他也是从台湾来，但是他们可能的想法就跟我们不太一样。这边其实是我们更想要了解的，就是其他讲华语的，在美国生活的，就是广泛来说华人哈，虽然我知道大家不是很喜欢这个词，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到底在看哪些媒体？他们会怎么样被影响？那这些人住在美国，又会怎么样影响美国的政治？间接影响到美国对台湾的态度？这是我们非常想要知道的事情。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一起来讨论，然后来帮助我们了解这样的状况。因为其实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台湾的走向。台湾的没关系，台湾的这个政治走向，因为台湾政治走向真的会影响全世界的这个政治局势，接下来的国际形势。好，下一页。
这么多论述里面，其实就还是想要跟大家这个来一剂强心针，就是台湾社会目前还是一个偏亲美的社会，大概是60%左右。那对美国好感度比中国高的人，其实占大多数的。但是为什么在这样子一个民意底下，以美论在台湾还是这么流行呢？这个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可能有一些媒体的操作，可能有一些有心人士的操作，还有一些境外势力的操作，这个是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的。资讯战、认知作战等等之类这样的事情。好，所以呢，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每年做这样的调查，去追踪台湾人对于美国、对于中国，还有对于其他盟友国家的态度啊，然后来这个反映一下，也许我们可以跟我们政府反映啊，或者跟其他公民团体反映，透过教育、透过政策来来维持台湾跟这个民主盟友之间的关系。下一页。这个我们就先不讲，但是我们的调查里面也有发现，就是使用抖音的人呢，他认同这些以美论的比例会比较高，还有使用抖音的人呢，他对中国的好感也会比较高，这个是统计上有显著意义的，意思就是这个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现象。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做民调也会问大家，这个是另外一个调查，就是我们在台湾做的调查，这个样本就有统计的这个学术意义。那据我们调查呢，这个如果看大家的政党倾向的话，民进党支持者使用抖音的比例 ，TikTok 比例是比平均低的。那其他3个政党呢是比平均高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透过民调可以观察的事情。好，下一页。好，我们再回到资讯操弄，就是大家平常讲假讯息啊，讲认知作战，但在我们研究领域，我们讲资讯操弄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然后定义比较清楚的一个词。那对我们来说，我们长期从2019年来观察资讯操弄这个现象，到底在台湾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对我们来说，资讯操弄它是破坏民主的运作，而且否定民主价值的一种恶意的行为。那我们一开始讲到今天演讲的 title 是另类的世界观，意思就是在我们台美人社群这个世界观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另类的世界观正在发生，而且越来越大。那资讯操弄可能是造成这样另类世界观不断的壮大的一个理由。那尤其是在专业啊、机密啊，还受到广泛关注的议题上面，譬如说疫情、疫苗或是台积电这种很高度专业的事情，这种资讯操弄啊、似是而非的讯息，对大家影响会特别大。因为它就是怎么讲？我们在业界就是说，造谣靠张嘴，辟谣跑断腿。你要乱讲话非常简单，但是你要辟谣超级难。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简单就可以来带风向的。这个就是对于这些有心人士来说，他何必他为什么不做？他一定会做这样子。好，刚刚这个刚刚也讲到 AI 啊、影音等等之类，这些都是现在的现状。那这些新的科技其实让我们的研究越来越困难。那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应该要继续做下去，因为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好，下一页。我们稍微 zoom out 一下，看一下中共对台目前威胁的现状。第一个就是中共对台威胁是一个混合 hybrid 而且持续 persistent 的一个状况。然后资讯操纵其实是它对台威胁的其中一个手段而已。那我们当然都知道有军事的恫吓，比如说军演啊等等，经济的胁迫，比如说你买什么不买什么。收买我们的盟友，就是说这个我们常常就是说到说哪一个盟友又跟中共建交了，然后跟我们断交等等。那一直到网络攻击这个是每天都在发生。那除了这些大型的这些威胁的以外，还有针对个人的。那这个当然有2个大的手段，一个是笼络，另外一个是恐吓，然后惩罚。针对不同的人士，比如说政治工作者，比如说之前到中国就我们要被抓起来的那种。针对地方的宗教、公庙啊，这个村里长，这个之前大家在选举期间应该有看到新闻很多这个被招待去中国旅游的，在中国的台干，在中国台湾的这些工作人士，或是被吸引到中国去创业的台湾青年，甚至是在台湾农民、渔民、台湾的作家、歌手、YouTuber 都已经有就是新闻有报道说受到中国的这些统战的这些影响。那资讯操弄对我们来说，第一个就是讲台湾会失败，我觉得台湾就是不是一个国家啦，台湾一定会失败的，你们不要再就是让大家不要放弃抵抗这样的。那把我们民主说得很糟糕，然后把我们威胁说得很强大。
那再来就是美化中国啦，没有说中国很厉害，说中国是这个政治啊、经济的强国啊，然后再来就是对世界是一个和平贡献者等等这样的一个说法，都是资讯操弄的很主要的一个这个论述手段这样子。那如果你长期看这些资讯操弄的内容，长期看的话，你的世界观就慢慢变得不一样，你慢慢就会理解到说啊，你慢慢就会觉得说啊，其实中国也不错啊，其实民主也没那么好啊，其实我们这个为了我们和平啊，应该我们就放弃等等之类，这个世界观就会慢慢成型。那世界观当这个世界观成型之后，他们要找到彼此可以共鸣的人的话，那这个群体就会越来越强大，这个是我们需要担心的事情。啊，我们在去年选举在今年选举之前啊，去年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看到一些中共那边操作的战略啊。第一个就是他引用台湾自己人来批评台湾，他不再自己讲话，因为如果看到中共讲话，比如说他们新华网或他们的环球日报，我们也不会看啊，因为这我们就知道是中共讲的。但他引用我们的人来攻击我们，这是一个我们认为就是很严重的事情。那当然。大家应该有看过新闻，就是去年选举前有假民调出现，这个假民调是这个据我们检调单位的说法，是中共的这个福建的那边的人来这个付钱给台湾人来散播的，这个是一个这一次选举看到的新手法，所以在都显示中共对台的这个影响力还有威胁还有企图心是没有消失的。好，下一页。OK， 这个是我们这个去年发的一个报告，大家对于这些人有看过吗？有啊。OK， 当然，大家就是会觉得说他们就是比较精忠人嘴嘛。那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这样。但是呢，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我们工作就是我们不能直接指控人家是亲中民主，我们要用资料、用证据来告诉大家他们亲中的程度。所以我们那时候呢，我们的做法就是带来好几千部的这个中共的影片。那这些中共影片呢，里面都有台湾人出现，他们就是会去剪这些台湾的政论节目，就是散播对他们有利的言论。那里面很多人就是这些台湾的名嘴啊，我们就是用脸部辨识的这些程式科技去统计说，到底谁是中共官媒最爱用的名嘴，他们在抖音上面宣传，他们最常引用哪一个台湾名嘴啊？这个是左边这张图是去年7月到9月，就是选前大概3个月左右，右边的话。是去年的10日到11月，就是选前即将靠近选举的时候。那大家都看到，就是这些人，他们的排名略有变化，但其实都差不多。比如说，我们如果看10月11号，第一名是郭正亮哦，那大家应该知道他是前民进党的立委。再来第2名是介文汲，他是前中华民国驻纽西兰的大使。第3名是赖岳谦，他这个是应该是我们国军的一个将领。那这些人呢，在政论节目上面讲什么，被中国拿去做宣传的？譬如说郭正亮，因为他的身份是前民进党这个人士嘛，所以他的这个 talking point 就是攻击民进党。那介文汲呢，因为他是前大使，所以他的 talking point 就是攻击台湾的外交政策啊，攻击美国等等这样的一个宣传手法。那赖岳谦呢，因为他这个是军事的嘛，他是 military， 所以他的什么？警察体系，好，不好意思。所以他在政论节目上讲的就是呢，这个台湾的国防很弱啊，这个台湾一定没有办法守住自己啊，等等之类的。OK， 所以这个是我们透过资料可以告诉大家，这些台湾的名嘴正在被中共拿去做他们自己的宣传。那至于他们有没有拿中共的钱，这我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是民间的调查单位。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用资料来告诉大家，这些人正在他们讲的话。这个正在对台湾发生一些不利的影响。好，下一页。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最近的研究报告，就是我们想要找到 TikTok 上面平台上面的中共账号。那这些账号呢，它表面上看起来不像是中共的宣传，它都用一些比较亲民的名字，比如说什么茶叶蛋啊什么之类的，但它其实就是在发表跟中共官媒一模一样的影片啊。因为影片的分析是相对来说困难的，所以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建这个资料库，来开发相关的科技，让我们的系统可以比较自动化的侦测像这样子的隐藏的这个中共宣传。那这个是我们最近在做，比如说这个是最右边这个是一个 TikTok 的账号，那它其实发了很多影片都是抖音里面来的，那这个抖音这些账号就是中共官媒的账号。那其实这些都是从台湾的政论节目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
台湾政论节目里面来宾讲的话，很常被中共拿去宣传，来做对台湾不利的宣传。那接下来呢，又被有这个匿名的人士呢拿到 TikTok 上面去，把它向国际的这些观众来做散布。这个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报告发现的一个状况。那这个也是我们值得要继续关注嘛，因为在美国现在这边已经在讨论，或者说这个法案已经过了嘛，就是这个要 divest。不然美国政府就要进 TikTok 这样的这个状况。那其实世界各国都在讨论 TikTok 对民主的威胁。那其中一个就是隐藏的这个 authoritarian influence 威权影响。对。请问 TikTok 上面它有翻成英文吗？还是一样？没有。所以它 TA 可能是这边直接是华语的观众。对，它没有翻成英文。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中间这个抖音影片啊，它的字幕是简体字嘛，它就是对中国内部的人。到了右边的 TikTok 它就换成繁体字。而且不是浮水印，是它真的。对，没错，你got it。对，这两个不是浮水印，不然的话台海网到这边就会模糊化。但是其实不是，所以表示说这两个影片的 production 是有 coordination， 就是它是先拿到同样的素材，然后各自后置之后各自上传。OK， 下一页。好，我们刚刚讲了一大堆跟威胁有关系，我们来讲IOI在台湾做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研究结果给大家知道。所以我们不断的用公开的报告，还有公开的记者会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最近台湾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关注。然后再来，我们每一年都会在台湾办大型论坛，我们跟其他的研究单位、跟这个记者，还有呢跟其他的学术的教授，还有当然我们相信一定会有政府部门的人来。除了中华民国政府之外，还有外国驻台湾的外管都会来，跟大家分享说台湾最新的研究结果这样子。那我们然后再来呢，我们也会跟这个国际的媒体做合作、做调查。再来，我们开工作坊，不管是给专业者的工作坊，或者是社区民众的工作坊，我们在全国各地、外岛还有离岛都有办过工作坊，来跟大家知道说现在资金操弄的状况，然后我们可以在个人层面上怎么样防治这样的假讯息。好，比如说右边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位同仁王希，我们去年10月去了屏东万峦的一个图书馆的那个场合。我跟大家讲假讯息，但其实我们当场也发现，其实，在大家日常生活中没那么多政治相关的假讯息，大家可能比较在乎就是民生议题啊、诈骗啊、儿少安全啊等等的议题，这个反而是现在网络上可能更严重的事情。好，下一页。好，这个是我们去年9月的记者会，跟大家说以美论现在台湾的传播状况。好，然后如果这位大家有认识的话，是美国观测站的可欣。好，下一页。这个是我们今年1月在台大办的论坛，然后大家如果认识的话，这位是我们前外交部长吴钊燮，对，然后这一位呢是已经卸任的美国在台协会的发言人，那时候部长和发言人都来到我们的这个论坛致辞，那我们也非常的感谢。那当场大家可以看到有学生。有老师、有研究者，还有外媒记者都在看台湾人到底目前遇到什么样的威胁，这是让我们很感动的事情。下一页。好，外媒报道，左边是经济学人，右边是朝日新闻，这都是引用我们的研究结果的外媒报道。下一页。台湾的数位公民教育，这个是接下来我们认为长久以来可以帮助台湾的民主体制变得更好的事情。大家在学校的时候有受过媒体素养教育吗？我是没有啦，我今年38岁，我在学校的时候是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看新闻，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形成我的意见去参与公共事务。那现在呢，我们希望改变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 IORG 跟另外一个单位叫台湾放办教育协会，我们从2020年开始跟国高中的老师合作，设计媒体素养的教材，在学校在国高中开始慢慢教。那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以前我在国高中的时候，我的公民课是被借去考数学和考英文的 ，OK。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没有上过公民课，我可能只上过一堂三民主义还是之类的，可能那个就没有用哦。那所以我们其实在学校没有练习过这件事情，长大之后我们却马上就要开始投票，马上就要开始变成一个公民，是件困难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希望在学校就开始改变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会提供实事的案例、最新的研究成果，然后培养大家的资讯判读能力，然后甚至到教大家怎么用 AI 等等的，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做数位公民素养教育的这件事情。
那当然，透过这样的活动，我们可以近距离观察学生们在使用科技的习惯。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花8小时滑手机，其实真的很长。玩手游、看 YT、YouTube、看 TikTok， 这个是最常见的行为。那大家关注的小红书，据我们的观察，软性的内容为多啊，就是这个美食啊、流行啊这些东西。那当然，里面隐藏的这个威权影响力是接下来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好，下一页。好，大概先简短介绍一下放办。放办是一个由老师、教授还有 NGO 组成的一个台湾另外一个 NGO， 是我们很重要的教育伙伴。他们想要的事情就是把公民议题带到校园，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教育传统上来说是不谈政治的嘛，大家都知道，因为以前戒严时代谈政治很危险，对不对？那但是现在呢，这个习惯遗留下来，在学校里面很难谈政治，所以他们希望改变这样的现状，所以他们现在有4个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资讯判读啊，就是防治假讯息这件事情。再来其他的情绪压力觉察、移民与移工还有地方创生，他们现在发展出来议题。有一些教案已经被台湾的教育部认证了，比如说这个是右边这个照片是桃园的南坎国中，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媒体素养教育的种子学校，也就是说这边老师做的超好。大家其他全国各地的老师都会来跟他们学怎么样教媒体素养，我觉得这是一件让我们非常觉得很感动的事情。好，下一页。讲完了吗？还有一页是什么？这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国际上的经验。这个是我们去年4月到了美国和加州和欧洲的一些经验分享。4月的时候我在 DC。那在 DC 的话，这个我们就被邀请去国会来这个等于说分享台湾的经验。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然后这个是这个参议院的 meeting room。那再来我们在 DC 的时候也跟美国非常多的智库有见面，然后交流意见。大家都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很有活力，就像各位现在礼拜5的这个傍晚还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台湾的公民社会，台湾人是真的是非常有活力，这个是世界认证的 ，OK。不管到了美国、到了加拿大、到了欧洲各国都是这样，在东亚也是这样，大家都觉得台湾人真的非常有活力，因为等于说我们现在就是在打造我们自己的国家嘛，我们除了有活力以外，我们还有别的选项吗？其实没有，对不对？好，中间这个是我们在加拿大渥太华，加拿大的首都办的一个大型的学术讨论，当场呢，美国驻加拿大大使、澳洲驻加拿大公使都有来，那当然加拿大这个政府很多官员也有参与。那当场我们就分享了这个台湾的经验，譬如说大家如果看到这个投影片这一张，那张不就是刚刚那一张吗？我们跟大家说这些威权的宣传跟这些资讯操弄到底怎么样在尝试影响台湾人，希望其他的国家不要被影响，希望其他国家要坚持自己民主自由的这个道路。那当然右上角，因为欧盟那边的会议是比较这个秘密的，那当然就跟欧洲的安全以及，譬如说刚结束的这个6月的欧洲议会大选有关系。他们也观察到一些来自俄罗斯、来自中国，甚至来自伊朗、来自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等等其他威权国家，想要尝试改变他们选举结果的一些行为。等于说，世界各国的民主国家都正在发掘，而且都正在培养这样研究反制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还有接下来，我们能够继续跟这个美国的台美人社群有更多认识、更多的连接。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想办法来把台湾保住。谢谢大家。